家人们好，我是一波一掌品牌创始人张胜志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剑瑶剑掌兴于晚唐，盛行于两宋，断代至今500-600年。如何了解剑瑶剑掌？唯有光老王心。这些是我早期收藏的宋代老掌，希望家人们有时间可以来直播间，我们一起了解剑瑶剑掌何为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。期待大家的到来，谢谢。